伯帅时行到来，引到大理却不辞与东臣争夺臣，汉室内乱，是故朕好用兵夺取汉室天下，亲将臣剔骨传旨，宣左贤王进帐遵旨。大王有旨，左贤王随哪让？领拿上其社稷，不义经，壮我疆土，铁甲兵。参见大野王，请教平身。谢大野王。大王呼唤，有何吩咐？请听伯伯帅时行到来，引导汉室内乱，是故朕好用兵夺取汉室天下，命你带领人马兵侵
才是啊！事已至此，也只好暂且逃生。苍头，你在我家多年，家中之事只好托付于你，别的物件都不要紧，唯有老爷留下这王家头饰，需要小心保护。是。事情要将
这一女子，你家住哪里？姓是名谁？不要害怕，慢慢讲。原来是蔡中郎之女文姬姑娘们，哎呀呀，使劲得很！来来来，我这厢有礼。小姐，还礼呀，还礼呀，王小姐还礼呀！我就问问这姑娘，才华盖世，容貌过人。今日一见，我不随传，我有意请小姐重去匈奴，共享荣华富贵，不知意下为何？我乃名门之女，怎肯充任下臣？事已至此，无心求和，如梦见杀，绝无悔言。小姐，您别这么跟人家说话呀！小姐心情
与老夫交好甚厚，妻女闻鸡，流落匈奴，被所陷王妃。今已是才，老夫意欲接他还朝，修转汉室，求命大夫即可前往。愿顺利归来，莫负老夫心愿。丞相且放宽心，我大汉威德，远征四方，下官此去，定将文姬夫人接回，两大单于王，不但不虞。天哪！小我汉朝与匈奴依然携兵霸占，大夫此去不可一强凌弱，必须一力当先，救命大夫，速备黄金千两，彩缎不断，送与单于王。
何况我们人
下进帐。遵旨。大王有旨，左贤王进了帐。来也！大王宣召，不敢听，急忙进帐问前情。参见大一王，请下平身。谢大一王。大王呼唤，有何吩咐？今有天朝御节至此，应讨奉曹丞相之命，迎接本期归汉，修传汉史。哎呀，大王啊！相我与文姬夫妻实在，还有一孙儿女，这便为何割顺？大王三思。多起个班，向那曹公强迫不还，为其边塞。如今胡汉两家已把兵和好，亲家不要为了一个女子伤了两家的和气。我这里有圣旨一道，交与文姬，令他即可归汉，你且安排去吧。大王，退人翻。大王，不容分是传下旨，要问姬归汉，相我与文姬夫妻实在，还有一双儿女，这便为何事啊？哎呀，这。
你可得等着我呀！
后，在曹丞相面前好言相敬，呼韩两家永结盟好，不动刀兵，左右随孤前而亡。
左贤王对我还算优待，让我看守昭君路，算来也有10余载。老汉想逃逃不脱，我过不了那几百里的沙滩与瀚海除非我变个长腿大骆驼，要不然这把老骨头就抛在塞外，我叫天不应，皇帝也无奈。哎，没料想出生心知，喜事又从天上来。听说着本纪归还要回朝转，还要来亲自祭奠昭君汉代女群差。我若是能随本纪夫人回朝转，回到家先看高堂老母年过80的老太太，但愿得苍天能随我的愿，我和老婆儿子孙子一家团聚，共享天伦，乐开怀，乐开怀。小老儿名叫李成，乃是汉朝人士，只因当年匈奴犯进中原，把我裸逃了此地，多蒙不斩，派了我个敬父的差事，看守昭君坟墓。闻听人言，今有曹丞相派周大夫前来迎接文姬夫人还朝，我有意恳求周大夫把我也带回朝去。可是我那儿还有个老伙计呢。有嘞，我把他叫出来跟他商量商量。我说伙计，老伙计，汉朝人不说汉朝话，要说一匹不话啦。老伙计啊，把我叫出来干什么呀？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。我说伙计啊，像咱们这看坟的，只能是老死在这儿，哪儿还有什么喜事？听我告诉你说，听我说呀，今有曹丞相派周大夫前来迎接文姬夫人归汉。我有意让周大夫把咱们哥俩也带回朝去，这不是件喜事吗？这可是件喜事，是不是？咱们找周大夫去。你瞧，荒野荒郊的，也不得说话啊。那怎么着呢？呀，你个，我一等着他去。对呀，走着。
点于你，不知你地下人民可能知晓否？
他铁逆金婚此事，官意不远，下官前去安排，请夫人乘车而行。就义大夫。来吧。
王粗贫，心愿长。在胡家多年，闻胡家之声，用心写之，以至有胡家一时三破，今日万恨千仇并在心头，不免再支撑胡家一时四破，也
见过你操外公。